好，你一起步嘅時候啊，咁啊前面快閘嘅馬有呢隻魅力星啊，埋邊節節有福，擺咗前面先啊。出邊東方福寶走上去中間第4位有手進啊，外邊淺藍衫呢仲有隻南區王啊，內欄位置就東星月啊，白衫紫色眼罩㗎。後多站出邊綠衫紅帽就天喜運啦，馬林中間粉紅衫呢仲有劍無情啊，內欄位置係金塊飛飛啊，後邊嗰5匹馬進先生、神燦金剛、鼓浪非凡啊，尾二位置呢外邊淺藍衫呢有宜昌奇兵，中間係快樂寶寶嚟㗎。好啦，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前面節節有福就放頭啦，外邊東方福寶第2位啊，南區旺就外邊第3啊，第4位埋邊啊東星月啊，移咗出去外邊咯喎，藍衫黃帽就係手進嚟㗎，中檔位置金塊飛飛亦都移咗出嚟中間，黑色鼻箍啊淺藍帽嘅，外邊追嘅嘛有魅力星啦，最出嗰邊仲有隻宜昌奇兵啊，最後200零米啦，埋邊東方福寶透出咗喎，外邊手進上緊嚟，出邊位置金塊飛飛追啊，再外邊位置仲有隻宜昌奇兵，最後100零米到啦，見到手進突圍出啦，金塊飛飛外邊3幾個字步將佢追過埋，金塊飛飛先拔頭籌，跑第2名手進，第3名呢噏上噏落啊，埋邊劍無情出邊係宜昌奇兵啊，結果踏入馬年大年初3第一炮，今季呢場賽事第1場，咁啊金塊飛飛丁冠豪贏馬，結果係9。好，你一起步嘅時候啊，快閘嘅嘛，內欄位置千杯競典啊，中間黃衫好多利高啦，最出啊開心樂園走上去，中檔位置仲有海南寶啊，咁啊大約跟住個第5位啦，外邊淺藍衫啊小魔怪啦，中間橙衫啊怪獸波士啊，後多浸嘅嘛，內欄航至尊啦，3強喺外邊啦，後邊嗰啲馬啦，先見到和道風啊，灰馬尾5係宜昌光輝啊，後啲嘅馬匹啦，尾4到啦，黑衫綠帽係賢者威風啊，響佢出邊啊機不可失啊，後邊2匹馬分別係超霸勝紫色帽暫時殿後明亮光輝嚟㗎，好啦轉彎入直路咁滯啦，前面海南寶佔先嘅，開心樂園就響外邊嘅第2位啊，第3位出邊小魔怪，中間黃衫第4好多利高埋邊第5紅衫仲有千杯競典啊，而出嚟中檔有3強啊，出邊追嘅馬啦，有和道風啦，最出啊大白鼻梁嗰匹呢就係呢隻賢者威風嚟㗎，最後200零米啦，開心樂園中間佔先，埋邊傳上嚟，紅衫有呢隻呢就係千杯競典啊，出邊和道風追啊！最出仲有呢隻賢者威風，中間灰馬就宜昌光輝，最後100零米到一出即勝啊！和道風跑第2名㗎嘛，外邊有呢隻賢者威風，中間第3開心樂園啊，追上嚟㗎嘛，灰馬仲有隻宜昌光輝啊！結果咁啊呢場4班1200嘅短途賽啊，初出馬嘅和道風一出即勝啊，另一隻風賢者威風衝上前。4班1600，大熱暫時係9。好，你一開閘嘅時候啊，年年有福啊，立腳啲嗰隻啊。好啦，前面快㗎嘛，外邊位置有呢隻鬥志波就綠色衫嘅，出邊黑衫綠帽呢，仲有長風小子啊。中檔走上去有平海之星顏色的顏啊，埋邊紅衫呢，咁啊，大約進佔第4位嘅歡樂老窩啊。內欄第5位啦，藍衫嗰匹啊8000財星啦，長風小子埋到嚟2搭啦，跟住個第6黑衫嘅後邊㗎嘛，勤得天下本領輝煌啊，綠衫黃帽大約尾6到啦，仲有榮耀掌聲埋邊啊準風雲啊，後邊嗰4匹馬啦，有呢隻滿樂城啦，大約尾4嘅，尾3啊捷威啊，尾2呢就年年有福暫時殿後係彭越嚟㗎。好啦，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平海之星就順利擺咗喺前面放㗎啦，跟住喺第2位㗎嘛，有顏色的顏啊，鬥志波就第3啦，第4位咁啊埋邊呢，藍衫啊8000財星，紅衫外邊走咗上去喎，歡樂老窩啊，再跟住個第6位啦，就係長風小子啊，後邊㗎嘛本領輝煌勤得天下，咁啊內欄位置呢，仲有準風雲啦，咁啊再揈出去外邊追㗎嘛，有綠衫黃帽嘅榮耀掌聲啊，大外檔黑衫啊滿樂城啦，偷中檔上呢，仲有呢隻年年有福啊，好啦，正最後直路啦，前面平海之星佔先咗大約半個馬位，外邊追佢㗎嘛，有顏色的顏，內欄上藍衫有8000財星，出邊追上嚟有長風小子啊，攝入邊呢，仲有隻灰馬嘅準風雲，最出嗰邊係勤得天下，最後100零米8000財星透出啦，見到外邊本領輝煌上緊，最出勤得天下，埋邊位置仲有準風雲，接近終點，叮當碼頭之下，外邊冚贏啊！呢隻勤得天下，中間呢一路攝上嚟嘅馬，仲有一隻本領輝煌，兩匹馬相當接近啊！第一眼望落去呢，就勤得天下，外邊一路壓住咗中間粉紅袖嘅本領輝煌，第3呢埋邊啊準。
好，你一開閘貴麗人生應聲彈出喎，出邊呢灰馬仲有精英高球啊，中檔位置呢仲有巴閉哥鳳翼天翔啊，出邊櫻花酒杯亦都走上去啊，馬林中間黃衫年年風雨，綠衫響外邊啊，天天更好啊，最出望空咗喎，隻寶城自豪啊，白衫綠色袖嘅，後呢個馬匹啦，黑白衫呢有呢隻馬鳳凰啦，紅黑直間衫解馬，內欄藍衫呢仲安定神區啊，後邊個馬匹有不勞而獲啊，暫時殿後一隊，白衫內欄吉星騎士，黃衫暫時殿後家家有福嚟㗎。好啦，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前面精英高球就貼欄放嘅，外邊櫻花酒杯啊第2位啊，第3位啊鳳翼天翔啦，內欄第4，藍眼罩就貴麗人生啊，一路響外邊喎，隻寶城自豪有少少外閃添啊，咁啊攞出嚟中檔位置有巴閉哥，後多層啊嘛，出邊綠衫係天天更好啊，再後多層呢，先見到入邊位置追咗少少啊解碼嚟㗎，最後200零米啦，精英高球仲係佔先嘅，櫻花酒杯呢，拍住佢鬥緊，似乎要過佢啦，後多層啊嘛，出邊天天更好追咗少少，響中檔位置有鳳翼天翔埋邊安定神區啊，最後100米到啦，櫻花酒杯一出即勝，跑第2名精英高球仲外閃添，第3呢，埋邊安定神區，出邊天天更好跑第4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櫻花酒杯一出即勝啊，後邊嘅馬精英高球呢，咁啊擺咗前啲嘅位置走，咁啊結果跑過第2，第3呢，袁蘭喘上嚟安定神，第2暫時係1。好，你一起步嘅時候呢，咁啊慢咗閘嗰隻就係遨遊首領嚟㗎。好啦，前面快嘅馬呢，見到中間跨境駿馬黃衫嘅，外邊同喜啦，出邊新輝之星搶啦，咁啊再見到內欄啊線路英雄啊，中檔第5位有領袖勁力啊，內欄第6嘅馬呢，黃衫就牛精豪情啦，出邊啊金運齊來啊，再見到馬林中間神醫金剛啊，後邊嘅6匹馬長龍區啦，尾5位置黃衫天天有福啊，後邊4隻翠湖烈風啦，橙帽尾3啊雷神太保啦，殿後一對埋邊呢嗰隻遨遊首領啊，出邊藍衫藍帽暫時殿後新力叫嚟㗎。好啦，轉彎入直路咁滯啦，同喜就貼欄自己放啦，跟住第2位呢就線路英雄開始側出嚟2搭㗎啦，中檔位置嘅馬有新輝之星，出邊就跨境駿馬後多層啦，咁啊中檔位置神意金剛啊雷神太保啊，外邊追有長龍區，最出呢仲一隻新力嬌啊，最後200零米同喜仲係佔先啊，第一隻上嚟挑戰線路英雄啊，出邊有跨境駿馬，最後100零米啦，線路英雄原叫中檔推進呢相當好勢啊，外邊有跨境駿馬，入邊位置係同喜接近終點，線路英雄輕鬆贏馬，跑第2名係跨境駿馬，同喜第3，第4名就比較近啲㗎，埋邊咁啊天天有福，出邊係雷神太保啊，咁啊結果呢隻線路英雄咁啊都係上陣經驗唔係好多㗎咋，咁但係今場賽事贏起上嚟嘅姿態起步。好，你一開閘嘅時候啊，咁啊稍為慢啲啊，綠色衫一檔呢就起專龍進佔尾3嘅位置嘅。好啦，前面快㗎嘛，遨遊武士啦，包裝福星啦，埋邊第3位就太陽勇士啊，永遠美麗就第4位，中間第5嘅馬呢有安裕啦，中檔紫色衫粉紅帽呢響馬林入邊桃花開啊，尾4內欄係起專龍啊綠色衫嘅，後邊3匹馬華麗再勝精英雄心啊，內欄暫時殿後係至尊貴寶嚟㗎，向住1000米嘅段處進發啊，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嗰隻遨遊武士嚟㗎啦，永遠美麗上咗去第2位啊，第3位㗎嘛，埋邊啊太陽勇士啦，出邊第4個包裝福星啊，內欄又上咗少少咯，綠衫進佔第5位係起專龍啊，安裕呢就俾人頂咗喺3搭外邊嗰匹啊，後邊4匹馬桃花開啦，尾3紅衫呢就華麗再勝啊，尾2內欄呢仲有至尊貴寶暫時殿後灰馬係精英雄心嚟嘅，好啦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前面遨遊武士仲係佔先咗少少嘅，永遠美麗就外邊嘅第2位啊，太陽勇士。黃衫啊埋邊第3啦，包裝福星啊第4位，咁啊見到慢慢攞咗出去外邊啊桃花開，安裕就喺出邊，馬林入邊綠色衫就起專龍，掟出去外邊追嘅馬有華麗再勝精英雄心啊，最後300零米啦，前面透出嘅馬係包裝福星有少少內線壓入去，起專龍響中間啊，再見到外邊桃花開亦都上跟，埋邊永遠美麗都仲有反應，最後200米啦，桃花開外邊一鼓作氣冚咗上嚟，埋邊起專龍追緊佢，最後100零米外邊桃花開一邊起專龍，兩幫嘅叮當碼頭之下，外邊桃花開，咁啊結果贏出馬連杯，第2名嘅馬呢，起專龍，咁啊2匹馬都掟得晒後邊噶啦，第3至尊貴寶同埋包裝福星需要影相啊，結果最後100零米都相當精彩啊，外邊桃花開，黃旗居。
好，你一開閘嘅時候啊，快閘嘅馬就有型人啊！咁啊，見到中間藍衫就開心5月啦，出邊粉紅眼罩咧騎住嘅喎，有呢隻就威武年代啊！中間紫色衫幸運愉快，內欄黃衫藍眼罩咗金運來啊！大約跟住個第6位啦，紅衫華麗再贏啊！內欄戴面箍咧，咁啊仲有隨我同來，出邊藍衫粉紅帽最好玩啊！後呢個馬匹啦，知恩圖報啦，女神響尾5啊，黃衫嘅後邊嗰幾匹馬啦，榮耀升級、線路福將啊，星神千歲亦都響中間嘅位置啊，出邊仲有隻金絲大俠啊！好啦，咁啊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啊，前面放嘅馬呢就有型人嚟嘅，外邊威武年代啦，第3位內欄有金運來啊，第4位藍衫開心5月啊，第5位仲係幸運愉快，內欄呢仲有隨我同來啊，中檔第7呢就華麗再贏，出邊藍衫粉紅帽呢就最好玩，後邊嘅馬啦，榮耀升級內欄尾5知恩圖報，尾4呢就女神啊，後邊3匹馬線路福將大外檔呢仲有隻星神千歲包咩直路呢係一個金絲大俠啊，最後300零米啦，前面有型人呢仲係撳住佔先嘅，咁啊見到外邊追佢嘅嘛，有威武年代啦，入邊上嚟呢仲有隻金運來啊，沿住個馬林中間穿插而上有隨我同來啊，出邊幸運愉快亦都追緊，最後100零米有型人認真比落去，接嚟1個身位隨我同來一路上緊嚟，接近終點有型人輕鬆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隨我同來啊，第3名威武年代，第4名要影喎，外邊係幸運愉快，入邊呢係金運來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有型人都係擺咗喺前面，自己順住走啊，攞正晒平衡，再比落去，結果就輕鬆贏出呢場賽事啊！隨我同來第。好，你一開閘嘅時候，寶駿響中檔應聲彈出啦，埋邊有快活英雄啊，開心指數黑衫亦都不敢怠慢，進佔第2位啊，最出係三甲之星啦，大約跟住個第5位黃衫歲歲有福，出邊勇冠群英啊，馬林中間橙色眼罩星火燎原啊，內欄呢咁啊仲有呢隻呢就傑出雷霆啦，後邊嘅6匹馬啦，價值傳承巧妙啊，尾4內欄黑衫綠色帽就賢者福星啊，出邊呢尾3啊老班精神，後邊一隊黃衫呢就暴風之子，粉紅帽暫時殿後，響出邊呢就一世美麗嚟㗎。好啦，咁啊轉緊彎入直路咁滯啦，前面寶駿一馬當先啊，帶嚟個幾兩個馬位入嚟㗎啦，開心指數啊跟住個第2位啦，三甲之星第3埋邊有快活英雄啊，攞出去中外檔上嘅馬呢，有勇冠群英啦，馬林中間仲有歲歲有福啦，出邊追咗少少，仲有星火燎原嗰啲馬，最後200米到啦，寶駿仲有1個馬位優勢，開心指數呢開始撻着啊追緊上嚟啦，後多層啊嘛，快活英雄中檔追，埋邊有呢隻傑出雷霆啊，再見到外邊呢仲有星火燎原啊，最後100零米開心指數透出啊，但係呢個時候快活英雄3幾個節步將佢過埋，快活英雄贏啊，開心指數第2，傑出雷霆第3，第4名係埋邊嗰隻寶駿啊。結果今場賽事咁呢隻開心指數出咗頭先，咁啊但係不敵輕磅，外邊一鼓作氣冚上嚟，係快活英雄贏馬，第3傑出雷霆，第4名埋邊，準備黃旗舉。好，你一開閘嘅時候啊，奔放咧就應聲彈出都相當快閘啊！響佢入邊呢，有粉紅帽嗰隻就優才嚟㗎，中間紅衫紫色眼罩呢，有君子傳承，外邊走上去啊！綠衫橙帽係型好威風啊！最出紫色衫就紫荊傳令啦，馬林中間黃衫藍帽呢，仲有當年情啊！後一陣嘅馬啦，出邊係極光之子啦，馬林中間仲有星價啦，內欄灰馬堅有利啊！尾5藍衫青雲龍區啊，尾4中檔有安可，入邊愛心神區係藍白格仔衫嘅，尾二位置係風神啊！暫時殿後，火焰閃爍嚟㗎。好啦，咁啊接近1004米嘅段處啦，前面放嘅馬呢就奔放嚟㗎。跟住喺第2位型好威風啊，第3位埋邊有優才啦，中間係君子傳承啦，出邊走咗上去喎，極光之子啊望空咗啊，後多浸當年情內欄灰馬堅有利，中間升價，大約尾6到啦，紫色衫大面箍呢就係紫荊傳令嚟㗎。後邊嗰5匹馬愛心神區係藍白格仔衫嘅，中間尾4係安可，出邊風神響尾3嘅位置啊，後邊2匹馬青雲龍區暫時殿後，仍然係火焰閃爍嚟㗎。好啦，過咗呢啲1000米段處啦，接近香港體育學院彎啊，前面放嘅馬呢都仲係呢隻奔放嚟嘅，後邊嘅馬有型好威風優才，出邊極光之子，中間第5位呢紅衫就係君子傳承啊，後啲嘅馬匹啦，出邊有當年情啦，內欄灰馬堅有利啊，再見到中檔位置就安可啊，中間夾住仲有星價響出邊，紫色衫大面箍紫荊傳令啊，尾4內欄愛心神區啊，尾3就風神啦，後邊
兩匹馬，青雲龍區掟大外檔啊，係火焰閃爍嚟㗎。好啦，正進入直路啦，前面奔放仲係佔先嘅，數出嚟㗎嘛。優才型好威風，君子傳承追入邊偷位上，有安可，中間灰馬堅有利，最出嗰邊仲有風神同埋火焰閃爍，最後200奔放仲係佔先啊！君子傳承咧一路追緊佢，兩匹馬鬥緊嘅時候，最出火焰閃爍上緊，中間安可追緊，接近終點奔放埋邊，君子傳承過唔過到佢？兩匹馬相當接近啊！第一名要影相，外邊係君子傳承，睇下有冇機會過到埋邊奔放啦。兩匹馬都相當接近啊！咁啊，告東尼兩匹馬嘅表現都相當好啊！第3名係安可，第4名火焰閃爍。黃奇居好，你呢步嘅時候啊，咁啊快閘噶嘛，喜慶寶快添啊！紅眼罩響埋邊有莊家班富國兄弟，外邊紅衫第3位穿甲戰鷹，橙衫啊第4啊，第5位啦，出邊有金創福威馬林，中間仲有財富非凡啦，好評如潮啊！內欄藍衫淺藍就勇闖高峰啊！後邊嗰幾匹馬啦，成康掠影黑衫尾5嘅，夾住中間有抱白領啊！內欄大約尾3度呢，就喜連勁咁尾子，外邊方圓星暫時電流欺忽亮老窩嚟㗎。好啦，轉緊彎嘅時候啦，喜慶寶黃衫走中間係佔先啲啊，埋邊有莊家班啊，外邊金創福威係第3位啦，紅衫第4有富國兄弟啊，內欄第5橙衫有穿甲戰鷹，外邊係好評如潮啊，後多浸啦，響內欄嗰邊啊有勇闖高峰咧，喜連勁咁偷入邊上喎，橙衫嗰匹啊，外邊追咗少少咧，仲有好評如潮啊，成康掠影嗰啲馬，最後300零米，喜慶寶咧仲係佔先一少少嘅，外邊追佢嘅嘛，有金創福威啊，中檔有莊家班，入邊穿甲戰鷹，出邊好評如潮，最出仲有成康掠影啊！最後100零米，喜慶寶外邊一冚上嚟就已經拋離對手，打搭贏馬，穿甲戰鷹第2，富國兄弟第3、第4名係喜連勁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喜慶寶都可以話係不負眾望啊！咁啊都係擺前呢個位置走，結果贏遠啲啦，升班一樣冇問題，打搭贏馬，穿甲戰鷹第2，黃旗居隨時起步。好，你一開閘嘅時候啊，快閘嘅話，中間黃衫做好自己啊，響外邊仲有進翼快車啊，最出啊同心同樂走咗上去，第4位紫色衫係綠野飛馳啊，內欄第5北斗福星啦，出邊仲有時尚風趣係黃衫嘅，外邊紫衫淺藍帽駿馬之光啊，馬林中間仲有自滿同行啊，後邊嗰5匹馬加州熱浪心紅紅，內欄大約尾3係閃光燈啊，尾2啊新力好啦，暫時電流金梅千歲嚟㗎，咁啊接近呢個香港太學院灣啊，前面放嘅馬呢就同心同樂嚟嘅喎，跟住第2位嘅馬呢，外邊係進翼快車啊，第3位又做好自己，內欄第4啊北斗復星，出邊第5駿馬之光，中間第6紫色衫就係綠野飛馳啊，後邊嘅馬啦，內欄白衫黃帽閃光燈啊，馬林中間紅帽淺藍就仲有自滿同行，出邊係時尚風趣啊，後邊嗰4匹馬加州熱浪啦，內欄尾3啊深紅紅啦，尾2淺藍衫新力好啊，響後邊內欄白衫白帽呢就金梅千歲嚟㗎，好啦，正進入直路啦，前面同心同樂仲係佔先啊，做好自己呢，響佢外邊就率先上嚟向佢挑戰啊！響入邊有呢隻咧就綠野飛馳啦，咁啊再後多層馬閃光燈啊，中外檔追進翼快車，外邊自滿同行，出邊咗心紅紅啊！最後100零米同心同樂，仲有半個馬位優勢，埋邊啊綠野飛馳，中檔位置仲有做好自己，出邊啊自滿同行啊，接近終點同心同樂，贏出大年初3尾場賽事第2名係綠野飛馳啊，做好自己第3，自滿同行跑第4。結果今場賽事同心同樂就係擺咗喺前面放頭，結果一放到底啊，綠野飛馳響埋邊追逐成條直路噶啦，跑第2，第3名做好自己，第4名外。多謝大家收睇啊！如果你中意我哋呢條片嘅內容嘅話咧，可以撳一撳 subscribe 呢粒掣，然之後可以開起埋隔離個小鈴鐺，咁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咁樣收到我哋嘅資訊啦。如果你有啲咩想同我哋交流嘅話，即管喺下邊留言，我哋見到就會即刻覆你噶啦。多謝大家。